大家朋友好，上一集同大家分享過4種唔同顏色嘅特質，咁今集想用2種顏色同大家分享下，究竟佢哋互動之下會發生啲咩事？主要係綠色同埋藍色。咁綠色咧就係一個綠色丈夫，藍色咧就係一個藍色太太。當然佢哋本身唔係呢種顏色啦。嗱，個呈現就係佢哋之間嘅關係其實係唔好嘅，因為佢哋兩夫妻裏面有好多問題。丈夫覺得太太所做嘅嘢唔得，而太太覺得丈夫成日好似唔理佢、唔幫助佢咁樣，所以有衝突。咁啱佢接呢個綠色丈夫接觸咗呢個性格透視，而亦都知道自己係屬於綠色嘅性格，亦都開始知道原來佢太太係藍色嘅。咁佢想搞好呢段關係，喺過程裏面佢就做咗啲嘢，因為本身綠色佢係好重視呢個知識同埋呢個能力嘅，咁所以佢喺網上邊去嘗試揾唔同嘅一啲嘅方法，令到個太太可以做嘢嘅時候比較可以做得乾淨啲啊，有效率啲啊咁樣。咁所以喺個結果裏面咧，佢就做咗呢樣嘢揾到啦。咁之後佢就嘗試同太太一齊去做藍色特質嘅人，佢就重視一樣嘢一齊去做。咁所以嗰刻其實個太太已經開始發覺，咦，點解丈夫有啲唔同嘅咧？咁之後一齊做完之後，其實佢開始發覺越嚟越開心啦，因為佢覺得丈夫同佢一齊可以做到呢樣嘢，兼且個丈夫亦都講多咗欣賞嘅説話、讚賞嘅説話、支持説話。咦，你做嘢抹地非常之乾淨，非常之好喎。咁變咗一個太太覺得，咦，又有啲唔同咁嘅樣喎。咁終於有一日最後咧，個丈夫放工翻嚟之後就同太太講：我每次放工翻嚟嘅時候，都覺得個家實在太溫馨同太溫暖。仲可以有一餐咁好嘅晚飯食，我實在太幸福啦！變咗成件事裏面嚟講，其實綠色冇改變過佢自己嘅性格，藍色都冇。但係只要綠色做咗一樣嘢，就係佢做咗一個調節同埋配合，就令到整件事都唔同晒啦。咁所以你會見到，如果只有自己嘅顏色同埋對方嘅顏色，原來喺互動上邊有一個咁大嘅好處喎。係啦，咁今集就係想同大家去分享2種顏色嘅一個互動嘅分別。多謝各位。